2026年7月13日，約書亞記第18章。以色列全體會眾聚集在示羅，把會幕樹立在那裏，因為那地在他們面前被征服了。以色列人其餘的7個支派還沒有得着產業。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：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賜給你們的地，你們遲遲不去佔領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每支派要選出3個人，我要派他們去，他們要起程走遍那地，把各支派的產業描繪下來，然後回到我這裏。他們要把地業分作7份，猶大留在南方他們的境界內，約瑟家留在北方他們的境界內。你們要把地劃分7份，然後把圖樣拿給我，我要在這裏，在耶和華我們的神面前為你們抽籤。利未人在你們中間沒有業份，因為耶和華祭司的職分就是他們的產業。迦得支派、流本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已經在約旦河東得了產業，就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分給他們的。那些人起程前去的時候，約書亞吩咐那些前去繪畫那地的人說：你們要去走遍那地，繪畫地形，然後回到我這裏來。我要在示羅這裏，在耶和華面前為你們抽籤。那些人就去了，走遍那地，並繪畫下來，把眾城分作7份，記在冊子上，然後回到示羅營中約書亞那裏。約書亞就在示羅，在耶和華面前為他們抽籤。約書亞在那裏按着他們的支派把地分給以色列人。便雅憫支派按着家族抽了籤，他們抽籤所得的境界是在猶大子孫和約瑟子孫中間。他們的疆界北邊是從約旦河起，向上到耶利哥的北邊，又向西上的到山地，直到伯亞文的曠野，又從那裏向南經過路斯，路斯就是伯特利，再下到亞他綠亞達，靠近下伯和崙南邊的山地，又從那裏伸延繞到西邊，再向南，從伯和崙南邊對面的山起，直到猶大人的城基列巴力。基列巴力就是基列耶琳，這是西方的疆界。南方的疆界是從基列耶琳的邊緣起，向西伸展，去到尼弗多亞的水泉，又下到欣嫩子谷前面的山邊，就是利弗音谷北面的山，再下到欣嫩谷，去到耶布斯人的南邊，又下去隱羅結，再轉向北伸展至隱示麥，去到亞都冥斜坡對面的基尼路，又下到流本的兒子波罕的磐石那裏，又經過亞拉巴對面山坡的北邊，直下到亞拉巴，又經過伯曷拉的北邊，直通到鹽海的北灣。約旦河的南端，這是南方的疆界；東方的疆界是約旦河。這就是便雅憫各家族所得的產業四圍的疆界。便雅憫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城，就是耶利哥、伯曷拉、伊麥基色、伯亞拉巴、史瑪蓮、伯特利、亞文、巴拉、俄弗拉、基法亞摩利、俄弗尼、加巴、
共12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又有基遍、乃瑪、比錄、米斯巴、基非拉、摩撒、利堅、以利丕勒、他拉拉、閃拉、以利弗、耶布斯、基比亞、基列，共14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這就是便雅憫人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約書亞記第19章，為西緬就是為西緬支派，按着家族抽出第二籤，他們的產業是在猶大人的產業中間。他們所得的產業有別是巴、示巴、摩拉大、哈撒書亞、巴拉、以森、伊利多拉、比土力、何爾瑪、閃革拉、瑪迦博、哈薩、蘇撒、伯利巴麥、沙路險，共13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又有亞因、利門、以帖、亞山，共4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以及這些城周圍所有的村莊，直到巴拉比爾，就是南地的拉瑪。這就是西緬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西緬人的產業是從猶大人的地業中得來的，因為猶大人的分過大，所以西緬人在猶大人的產業中得了他們的產業。為西布倫人按着家族抽出第三籤，他們產業的境界去到撒納，他們的疆界再向西上到馬拉拉，直達大巴設，再去到約念前面的河，又從撒納向東轉到日出的方向，去到吉斯錄他泊的境界，又伸展到大比拉，上到亞非亞，又從那裏往東面日出的方向，經過加特希弗，到以特加信臨門，再伸展到尼亞，又繞過尼亞的北面到哈拿頓，直通到弗伊弗他、伊勒谷，還有加他、拿哈拉、新倫、以大拉、伯利恆，共有12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這些城和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就是西布倫人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為以薩迦，就是為以薩迦人按着家族抽出第四籤，他們的境界包括耶斯列、基蘇律、書念、哈弗連、示按、亞拿哈拉、拉碧、基善、亞別、利篾、隱干寧、隱哈大、伯帕薛，又達到他泊、沙哈閃瑪、伯示麥，直通到約旦河，共16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這些城和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就是以薩迦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為亞設支派按着家族抽出第五籤，他們的境界包括克甲、哈利、比田、厄撒、阿拉米勒、阿末、米沙勒，向西直達迦密和希曷勒，又轉往日出的方向到伯大滾，延伸到西布倫，向北去到伊弗他、伊勒谷、伯爾麥和尼葉，又伸展到迦寶勒的左邊，到以伯倫、利合、哈門、迦拿，直到西頓大城，又轉到拉瑪，直到設防的城推羅，再轉到何撒，直衝到海岸靠近亞勒色的地區，又有烏瑪、亞弗利合，共22座城。
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。這些城和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就是亞設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，為拿弗他利人抽出第六籤，就是拿弗他利人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他們的疆界是從希利弗，從撒拿音的橡樹林，從亞大米尼吉和亞比薛起，去到拉貢，直通到約旦河，又向西轉到亞斯納他帕，從那裏伸展到戶國，南面達到西布倫，西面達到亞設，東面達到約旦河那裏的猶大。設防的城有西丁、則爾、哈末、拉甲、基尼列、亞大馬、拉馬、夏瑣、基底斯、以得來、隱哈瑣、以利隱、密大伊勒和連、伯亞拿、伯示麥，共19座城。還有屬於這些城的村莊。這些城和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就是拿弗他利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，為但支派按着家族抽出第七籤。他們產業的境界包括瑣拉、以實陶、伊爾示麥、沙拉賓、亞倫、伊提拉、以倫、廷拿他、以勒倫、伊利提基、基比頓、巴拉、伊胡德、比利、比拉、加特林門、美耶昆、拉昆和約帕對面的地區，但人未能控制他們的境界，因此他們就上去攻打利善，奪取那城，用刀擊殺了城中的人。他們佔領利善，就住在城中，以他們祖先但的名字，把利善改名為但。這些城和屬於這些城的村莊，就是但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產業。以色列人按着疆界把地分完了之後，就在他們中間把產業分給嫩的兒子約書亞。他們照着耶和華所吩咐的，把約書亞所要的城，就是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給了他。約書亞就修建那城，住在城中。以上就是以利亞撒祭司和嫩的兒子約書亞，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的族長，在示羅會幕的門口，在耶和華面前藉着抽籤所分的產業。這樣他們就完成了分地的事。讀經立志禱文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們展露你的心懷。你向我們所懷的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看似完美的事物也有它的限制，而你的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的眼睛，讓我看見你話語的奧妙，好使我每天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在聖靈的引導下，閱讀和思想你的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